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26号，这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037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142天眼看这乌军在库尔斯克就待了5个月了。虽然地普老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下最后通牒，下死命令要求俄军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但是一次又一次的落空，即便增加了这个朝鲜的部队，但是依然无济于事反而让朝鲜的部队损失惨重。最近在网上很多这个乌军拍的视频就是乌军的无人机怎么射杀，怎么那个炸死朝鲜士兵，这视频非常多，大家自己可以去看根据这个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披露他说参加实战短短几天，首批参战的朝鲜军人伤亡已达1100人，说这个司令官对此非常愤怒，他认为这暴露出金军实战能力低下，要求彻查原因，并在国内组织针对性实战演习，从严提升实战能力。有很多人不太了解这个金军它的编制。这个金军据说派到库尔斯克的是特种部队，这个也有可能是翻译上的错误，就是金军的特种部队它不是咱们日常所说的那种特种作战部队。咱们日常所说的特种作战部队是执行特种任务，对吧？它都是小规模的，哪有特种部队是一个师一个军的11000多特种部队？所以说他那个朝鲜那个特种部队，它实际上叫超级步兵天天练那个胸口碎大石油锤灌顶，斩劈什么红砖就这些。所以他的战斗力实际上远远跟不上现代战场的形势，就明显的跟现代战争脱节的。很多视频都能看到这个金军在冰天雪地里面，居然向那个乌军的防御工事发起长距离的突袭，穿过那个空阔的那个开阔地带，那都是雷区那乌军就天天用那个美国援助的那个布雷机这抛地雷，抛各种的雷，晚上就撒雷。你这人他居然在那儿趟雷区，那你说损失惨重很正常。这个俄罗斯人也挺坏的，自己人肉冲锋，他也任由就是怂恿或者是指使金军也搞这种人肉冲锋，反正人命不值钱泽伦斯基昨天也说了根据这个希尔斯基的汇报说朝鲜部队损失3000人。那个韩国的消息更多他说首批参战的朝鲜军队为风暴军团第94特战旅，这支部队现在基本被打垮，说朝鲜方面正在加速派遣第2批部队参战。有俄罗斯社交媒体发布的照片和视频显示，朝鲜军队的鼓山自行火炮和火星15中程导弹正在通过铁路紧急运往俄乌前线。这个朝鲜的鼓山自行火炮那可是个巨无霸是金军的镇山之宝。别说这个打击的精度或者给乌军造成损失怎么样，但是至少它打击的效果非常好看，对吧？主要是赢在气势上。根据乌克兰那个媒体报道他说俄罗斯军队为开辟新战线，在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发动新攻势，为此集结了大约4000名俄罗斯士兵，说其中仅在赫尔松地区就集结了大约2000人和300艘快艇。该次行动将由俄罗斯空降兵司令，也就是第聂伯罗集团的司令叫特普林斯基中将指挥。但是根据乌克兰这个抵抗组织表示他说这次攻势能否顺利发起还不太好说。集结在赫尔松地区的俄军不愿参加这次进攻，不少俄军军官认为这次进攻是自杀式任务。乌克兰军队早已做好准备，冒险强渡第聂伯河只会白白消耗人员和装备，甚至存在兵变的可能。而驻扎在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军队则被指正在拼命破坏摧毁他们的船只，以避免被派往赫尔松地区作战。这个完全有可能首先第一个，你俄军是从赫尔松城逃跑的，他没有理由这个时候又反击回去他没有胜算的。如果他有胜算，当年就不用跑苏罗维金，对吧？组织了这个胜利大逃亡，为此他立了一功你说现在还要强征，就是强渡第聂伯河还打回去，这个第一个太难。第二个他这300艘快艇，那黑海舰队都已经被打没了，你说你那小快艇有什么用不知道乌军的这无人艇很厉害，乌军的现在精确制导打击这个能力足以让这个俄军胆寒，所以他们认为这是自杀式任务也确实是如此这个特普林斯基想升官估计是想疯了，因为一直有传言说特普林斯基要取代格拉西莫夫当特别行动总指挥。那大家想一想，这个格拉西莫夫肯定也没少给这个特普林斯基穿小鞋，
你把它安排在赫尔松本身那个地方就不重要，就相对这个扎波罗热和这个顿涅茨克，就罗伯斯啊红军城，对吧？这个赫尔松那个地位稍微差一点，对吧？本来就没想让他在那立功，这个特布林斯基啊也可能啊想在1月20号之前表现一番，你再不表现，万一停火了就没机会表现了。一将功成万骨枯嘛，对吧？他要升上将，那不得拿出俄军的人命来铺垫？所以俄罗斯的这些士兵，对吧，也不愿意这个时候去自杀，你马上就停火了。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利戈夫市遭到乌军的打击，就是乌军啊用这个陆军战术导弹打击了俄罗斯第810旅海军陆战旅的这个指挥所啊，就设在利戈夫市啊。目前这个伤亡情况还不清楚啊，双方这个战线变化并不大，你毕竟啊现在天寒地冻的，对进攻一方这个天气啊不太友好，所以这个俄军发起的这个人肉进攻啊效果很差。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这个葡萄牙啊捐赠给乌克兰的6架卡32直升机啊，这个已经啊抵达乌克兰，而且乌克兰人对这些直升机进行了维修，现在啊已经派上用场了。葡萄牙人这些直升机啊2018年已经退役了，有些直升机因为缺乏零件没有办法修理，但是这些东西送到乌克兰，当然已经把它修复，已经派上战场。这个拉脱维亚啊，他自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开始，他就颁布了一道命令，就是在拉脱维亚醉酒驾车的司机啊，车子就没收，然后把这没收的车子他就捐赠给乌克兰。截止到那个法令颁布到现在，说这个拉脱维亚已经没收了612辆汽车，移交给乌克兰，用于前线作战。根据华盛顿邮报援引4位知情人士称，他说美国总统拜登正考虑在其任期的最后几周对俄罗斯能源行业实施新的重大制裁。拜登政府或将对俄总统普京的金融战中实施下台前的最后一击。上述知情人士表示此举也将为即将上任的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与普京就结束俄乌战争进行谈判时提供更多筹码。上述知情人士称制裁的重点是所谓的黑暗舰队，即向非西方国家运送俄罗斯石油的国际油轮船队，以及迄今为止尚未受到制裁的俄罗斯石油出口商。这些人士说这一制裁方案还包括吊销银行处理俄罗斯能源交易的许可证。说简单一点就是拜登临卸任之前再把俄罗斯脖子上那个绳索再给他勒紧了一点顺手也给他紧了紧。这个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乌克兰已经从美国获得10亿美元贷款，这笔贷款以俄罗斯被冻结资产所产生的收益作为抵押。什梅加尔说这是7国集团发起的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贷款计划框架下乌方收到的首笔来自美国的款项，也就是拜登这回动作很迅速10亿美元立马到账。这个美国的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他说对于朝鲜派兵援俄一事，起初一些西方官员觉得是俄罗斯急于向前线增兵，但如今美方情报机构给出的评估结果是派兵一事是朝鲜方面主动提议，并非俄罗斯方面意愿。不过俄罗斯方面很快接受了朝鲜的提议。报道称乌克兰和西方推测朝鲜已向俄罗斯派遣了至少1万名士兵，这些朝鲜士兵与俄罗斯军队一同对占据库尔斯克地区的乌克兰军队发起了反攻。那么西方官员和西方媒体他放出这样的风，实际上对吧，他为什么非说这个是司令官主动的向普京提议要给俄罗斯就是抗美援俄，或者叫抗乌援俄？我想这个恐怕是为下一步北约或者是欧洲或者是美国对朝鲜采取措施这在铺路也就是说在这个俄朝联盟本来大家都以为这是普京的主意，那普京对吧，俄罗斯是主犯，那朝鲜呢他是个从犯对吧，从犯担的责任就要轻一点，这个大家都明白。现在美西方和这个媒体就这么一宣传，那主犯那可是司令官从犯是普京那这不就要打击司令官的这个节奏了吗？所以说一旦对吧俄罗斯战败，那这个司令官恐怕也是不保下场恐怕跟普京差不多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你看一看这个叙利亚10来天就结束了，你再看一看塞尔维亚、白俄罗斯、格鲁吉亚。这个俄罗斯媒体说美国、乌克兰和波兰正计划在白俄罗斯发动政变，如果克里姆林宫不支持明斯克，卢卡申科将遭受阿萨德的命运。这个属于说反了正因为这个卢卡申科和俄罗斯绑一起，所以
他才会遭受阿萨德的命运。这个不能本末倒置啊。说到阿萨德啊，在2020年2月，这个土耳其的代表在会谈中啊，要求俄罗斯立刻放弃对阿萨德政权的支持，否则土耳其将出面干涉啊。听到土耳其人这样的要求啊，参会的绍伊古·格拉西莫夫啊，忍不住笑了起来。从照片上看啊，他们是发自内心的感到好笑。也就是你土耳其何德何能，居然用这种口气要求世界第2军事强国俄罗斯自不量力。正能量啊，喜欢用弱国无外交来形容这种场景，也就是你土耳其弱啊，你有什么外交啊？那还得看俄罗斯的。所以绍伊古啊，格拉西莫夫感觉到好笑啊，有什么资格提要求啊？弱国无外交。但是现在你看看，4年过去，俄罗斯人正在被土耳其支持的新政府勒令并限期离开叙利亚。这回绍伊古·格拉西莫夫笑不出来了，因为啊，他们连把俄军和他的装备从叙利亚撤走都困难重重啊，都要去求土耳其啊。你说这个面子往哪儿搁，对吧？这一切都是地堡老人发动侵略乌克兰战争导致的，自己啊国力被极大的削弱。现在他的小兄弟白俄罗斯看样子啊是够呛，因为以美国这个情报机构啊，中情局啊，他们的这个情报能力，他们已经发出预警，对吧？要求这个在白俄罗斯的美国人尽快离开，说白俄罗斯要发生内乱，所以接下来白俄罗斯恐怕也要变天了。这个卢卡申科啊，还是收拾好戏园，对吧？行李收拾好，准备到莫斯科啊避一避，跟这个巴沙尔作伴呢。这个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啊，他说俄罗斯对在特朗普政府美上台背景下容易解决乌克兰冲突不抱幻想。说通俗一点，就是俄罗斯对特朗普说的24小时他不抱幻想。拉夫罗夫说啊，我们对容易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前景过去和现在都不抱任何幻想，这只能在欧洲可靠、安全与稳定协议背景下解决。该协议必须要考虑到俄罗斯的利益，当然还有所有其他国家的合法利益。拉夫罗夫称啊，所有人都将某种变化与特朗普政府上台相联系，但拉夫罗夫强调，俄罗斯在这方面没有幻想。美国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有两党共识。你要这么一说的话，这五夫一娃呀，头脑还是冷静的，还是清醒的。俄罗斯人应该不会抱有幻想，因为他们的胃口太大。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在12月25日表示啊，他说2025年将有谈判进程，但是不会简单。俄罗斯愿意妥协，但底线不可侵犯。明斯克协议不会重演，俄罗斯不会在伊斯坦布尔协议基础上做丝毫让步。这个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的啊。这个所谓的明斯克协议啊，这个伊斯坦布尔协议啊，它主要的内容是克里米亚归俄罗斯，以及乌克兰确保中立不结盟的地位，还有就是乌克兰要裁军。因为签这个伊斯坦布尔协议啊，是在2022年应该是3月份到5月份期间谈了几轮，也当时乌东斯克州还没有公投。这个说白了就是普京啊，俄罗斯他们要让步，就是在这个伊斯坦布尔协议嘛，那就是卢甘斯克、顿涅茨克独立，扎波罗热、赫尔松这些地方呢还是乌克兰，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然后乌军保留几万人，然后还不能加入北约。这个俄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跑出来放这个风，这就是试探，看看乌克兰，看看美西方什么态度。很显然啊，这个乌克兰是没有办法接受的，而且这个也是普京的一个策略，他抛出这么一个条件呢，他就看你美国、乌克兰什么反应。你乌克兰一旦同意，他马上推翻，继续得寸进尺，因为他没有任何诚信啊。这个马特维延科自己都说了，什么明斯克协议啊，什么布达佩斯协议，通通作废。我们再看看俄罗斯国内，12月25日，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称拘留试图对莫斯科以国防企业发动恐袭的7名俄罗斯人。俄联邦安全局还公布一段逮捕这些俄罗斯人的视频。俄联邦安全局还称啊，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计划实施的恐袭已被阻止。俄罗斯联邦调查委员会称，这7名俄罗斯人中有3名未成年人，事件仍在调查中。最近啊，俄罗斯国内到处有取款机啊，还有商场、店铺遭到这个爆炸，也就是俄罗斯国内啊，现在这个反政府的这种情绪越来越浓烈。你看25号又逮了7个准备搞恐袭的俄罗斯人了，3名未成年人，说明什么呢？实际上说明俄罗斯国内现在已经到一个临界点，有很多人越来越不满。12月25日，俄罗斯财政部长周三表示，随着立法变更，允许使用加密货币以应对西方
方制裁，俄罗斯公司已经开始在国际贸易中使用比特币和其他数字货币进行国际支付。今年，俄罗斯允许在外贸中使用加密货币，并已采取措施使包括比特币在内的加密货币开采合法化。这是路透社报道的啊。反正有个国家大国，这些加密货币是非法的。你俄罗斯采用比特币，那就相当于你没有办法跟大国做生意了。有媒体报道啊，但是这个有人说是塔斯社报道的，说啊，以色列情报局长放狠话，将斩首普京。他说啊，斩首普京，俄乌战争立马结束，因为发动这场侵略战争并不是俄罗斯人民想要的，更不可能是乌克兰人民想要的，一切只是为了满足普京个人的欲望，仅此而已。所以啊，有可能要斩首普京。当然了，也有可能啊，是俄罗斯媒体自己故意的释放这种假消息。前不久啊，这个俄罗斯的安全会议副主席啊，曾经的总统梅德韦杰夫啊，他访华，他到了大国以后啊，他发出感慨。当然了，这个感慨有真有假，因为毕竟他现在是有求于人啊，所以难免要说一些恭维话呀。这个梅德韦杰夫啊，拿2000年第一次来大国，那是他第一次来大国，也是走了很多地方，然后这么多年啊，他多次来到大国，然后他看到大国的巨变，发出感慨，感叹中国啊做了一件世界上没有其他人能做成功的事情。大家看这个梅德韦杰夫这个视频，Я вспоминаю 2000 год, когда я впервые посетил в составе делегации Китай. И тогда уже Китай, конечно, рос, развивался. Но вот за эти 25 лет они сделали то, что, наверное, никто не мог представить. То, что не удалось никому в мире. Они превратили прежний Китай в самое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роцветающе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 развит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менно поэтому это вызывает восхищение. 这个梅德韦杰夫感叹中国巨大的变化，实际上说白了就是从中国啊跟世界接轨，加入世贸。从那天开始，这个变化啊日新月异，翻天覆地。那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梅德韦杰夫啊，他做出这样的感慨，一方面对吧，你也不能不说这个梅德韦杰夫大概是打心眼里啊，认为中国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对吧？有这个羡慕的成分。但是我想梅德韦杰夫啊，他更多的他是在为俄罗斯惋惜啊，他是在通过表扬称赞大国，实际上是在讽刺或者叫指责俄罗斯的当权者，也就是普京。这个大家比较好理解，因为表扬一个国家的时候，说白了就是在贬另外一个国家，对吧？这就像大家老是经常上学的时候听见父母啊老是说别人家的孩子，对吧？王阿姨家的孩子，张叔叔家的孩子，别人家孩子多好，那就是在贬低你啊，对吧？说你学习不够努力。所以这个梅德韦杰夫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上他就在指责普京啊，这几十年把俄罗斯给搞残废了。大家知道啊，俄罗斯应该是1991年，对吧？苏联解体之后啊，俄罗斯它是全面倒向西方，它跟西方的关系那比大国跟西方关系要近得多啊，它是完全西化。大家还看到好多视频啊，比如说克林顿呐，是吧？跟那个叶利钦那开怀大笑喝酒。但是你现在再看看俄罗斯搞成什么样，这一切都是谁的责任呢？前2天在莫斯科举行的这个记者招待会上，普京啊很丝滑的把这一切都甩到前任领导头。这个前任领导一个就是叶利钦，一个就是梅德韦杰夫。这个也可能是普京啊在记者招待会上针对梅德韦杰夫的这个感慨做出的回应，对吧？这俄罗斯现在搞成这样，不是我的责任，是你梅德韦杰夫跟叶利钦啊，你们俩人搞坏的。你现在跑到别人国家那儿去乱吹乱羡慕，大家对比一下就发现了，对吧？俄罗斯和大国采取了不同的路线，现在呢，你可以说是天差地，一个走到侵略者的路上，一个还在搞和平崛起。所以说啊，我认为梅德韦杰夫在这是有感而发，他并不单纯的说赞扬大国取得的成就，他更多的是在批评普京啊，你把俄罗斯搞成这样，给你20年，还大家一个强大的俄罗斯。现在呢，这个伊朗跟朝鲜绑到一起，指着他们送武器，对吧？国际上没朋友，几个铁杆小兄弟一个一个的歇菜了。大家都知道梅德韦杰夫他是亲西方，对吧？他当总统的时候颁布了很多跟美西方合作，对吧？向美西方打开大门。后来普京再次上台，全面否定梅德韦杰夫的亲西方路线。梅德韦杰夫和叶利钦都是亲西方路线，所以普京就批判，对吧？就是这俩人把俄罗斯搞坏了。实际上他在位20多年，谁把俄罗斯搞坏了？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在想啊，梅德韦杰夫看到大国的这个变化，确实也觉得悲伤。俄罗斯耽误了几十年，俄罗斯在普京的领导下，现在还处在中世纪
那种思维里面，还是在走领土扩张的道路。不要看梅德韦杰夫啊，一天到晚把核弹挂嘴上，一天到晚叫和平这个和平那个，实际上他是无奈之举，他是被逼成为口炮党，变成所谓的强硬派。因为他也不强硬的话，那普京随时要清算这些亲西方人士啊，要清算亲西方人士，那梅德韦杰夫是首当其冲，第一个倒霉。所以大家如果把梅德韦杰夫，对吧，前一阵子在大国说的这些话，然后再把前几天啊低保老人在莫斯科的这个记者招待会上讲的，把责任甩到前任领导头上，你把这两个对比起来一听，你就发现梅德韦杰夫和普京啊不是一路人。表面上看亲密无间是战友，实际上呢是有巨大的分歧的。这个我们可以啊往后来验证，对吧？一旦俄罗斯出现变局啊，很有可能梅德韦杰夫他就成为一方重要势力啊，给普京致命一击。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